立法會替補機制拉布戰經過通宵辯論，歷時超過30個鐘頭。主席曾鈺成喺星期四凌晨4點幾終於決定接納黃宜弘嘅動議，中午終止辯論。曾鈺成形容今次拉布戰係零和遊戲，雖然容許議員為咗政治目的拉布，但唔可以無限期延長辯論，癱瘓議會。呢個呢係可以話係一個零和遊戲嚟㗎，即係一邊贏就另一邊輸。反對呢條例草案嘅議員呢，係希望通過呢個叫做拉布嘅策略，就令到呢個條例草案呢係唔能夠通過，即係逼政府呢最後要撤回佢，否則呢就會即係阻礙晒所有立法會要處理嘅其他嘅事務。曾鈺成又表明，根據議事規則第92條，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今次嘅合併辯論點樣結束，重申並冇受過任何壓力而決定終止辯論。所有嚟自議會外邊嘅一啲無論咩人嘅言論都唔會對我構成任何壓力嘅。我亦都知道好清楚我嘅職權喺邊度，議事規則清清楚楚喺晒度。咁所以對我嚟講呢，外邊嚟嘅言論啊指責唔會有壓力。至於黃宜弘就強調，事前並冇同其他建制派嘅議員協調過，自己係忍無可忍先至提出。咁我都要俾時間俾佢哋嗰啲修正案嘅議員咧，就有機會講啦。但係即係講到我忍無可忍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英文講 enough is enough。冇講過呢個。如果係有講嘅就唔係咁樣樣嘅啦。如果講個個都有俾意見，我喺呢個獨立嘅做法。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亦都表明，唔知道黃宜弘會提出終止辯論，所以唔存在突襲泛民嘅講法。對於辯論被終止，陳偉業批評咁樣做係剝奪議員表達意見嘅權利，令到議會蒙羞。立法會個議事嘅規則呢，就你呢個決定係歷史以來第一次，同埋我嘅演繹呢係破壞晒由立法局年代發展到今日呢個立法會所有嘅主席嘅傳統，即係個政治中立嘅傳統。你呢個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同埋你呢一個決定呢係令到呢個立法會蒙羞嘅。而民主黨就話，曾鈺成限制議員發言，開咗壞嘅先例，會考慮提出不信任動議。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